造反者的内战，亲不亲派来分。两大造反派。自从北京有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国各地纷纷效仿。坐落于布达拉宫脚下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于1965年8月30日竣工，是上世纪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最早的原藏建筑。这7个镀金大字据说由中共元老朱德亲笔书写。据报道，从1965年至1985年，西藏自治区所有重要的会议都在这座建筑里召开。平时他还承担着电影放映和大型演出的任务。在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的年代，文化宫可以说是拉萨人民娱乐生活的唯一去处。直到1997年，文化宫礼堂停止了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最后改装为一家舞厅。2005年，布达拉宫广场扩建之时，这座毫无美学价值的政治会场被拆除。这是在布达拉宫广场从横幅标语上可见“庆祝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字样。据当时的官方报道，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正以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此，举国上下都要搞庆祝活动。在拉萨举行的庆祝活动表明，拉萨确实与北京步调一致了。而此时也正是互相对立的造反派即将各立山头之时。是加入赵总还是加入大莲子，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当时像这样的群众大会几乎天天都有，无论在城镇街道还是在机关单位，常可见到类似的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场面。而这一场面是在被称为交际处后更名为迎宾馆的地方进行。昔日的讲经场在文革中改为会场，拉萨市城关区各居委会数万人被集中到这里参加各种动员大会或者批判大会。然而他们真的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吗？当过红卫兵的强巴仁钦老人回忆说，在大会上，干部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呢？又说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教导。那么毛主席还说了什么呢？他说，在我身边睡了一个希鲁晓夫。希鲁晓夫，当时我们听了以后就想，这个希鲁晓夫到底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头上长着牛角的那种很可怕的魔鬼呢？当然啦，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说的是刘书记。原来毛主席要向刘书记的司令部开炮。看来文化大革命这一新生事物对于强巴仁钦以及同他一样的翻身农奴来说实在费解。至今他仍然把刘少奇说成是刘书记，把赫鲁晓夫说成是希鲁晓夫，仍然认为在毛主席的身边确确实实曾经睡着一个名叫希鲁晓夫的魔鬼，仍然不知道把刘少奇比喻成希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出自变了修的书年。据说全中国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希鲁晓夫，西藏也有希鲁晓夫。竟然有这么多的魔鬼准备睡在毛主席的身边，不打倒他们，怎么会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呢？人民是需要幸福生活的呀。于是强巴仁钦也加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队伍当中，向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开炮去了。从这些呼喊口号的人群能看出他们属于哪一派吗？是赵总还是大莲子？或者既可把他们看作是赵总，也可以看作是大莲子，因为这两派虽然彼此对立，
其实性质相同，背景还是松雀爪哇。当时拉萨唯一一条柏油路是人民路，也就是今天的雨托路。当年两派争相在道路两边贴大字报，你贴上去了，我覆盖你的；我贴上去了，你又覆盖我的。到处矗立着雨路牌，革命热情百倍高涨的革命群众，甚至就坐在路边书写标语，图为某派写雨路牌的情景。写汉文的写汉文，写藏文的写藏文，一派团结协力的新气象。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毛主席语录的牌子竖立在拉萨贸易公司门口，这在当时是拉萨最大的商场，但只能凭购物券才可以买到日用百货。拉萨人又叫它大礼堂，因为在1950年代，这里曾盖有一座简陋的礼堂，用以开会和演出。1960年代发生火灾后，改建为商场，今名为拉萨百货大楼。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